约雅敬，伊一个暴君，就是一开始咱就知影伊是无好的王，是歹到底。啊，即个暴君约雅敬呢，伊效忠伫即个要侵略犹大的即个巴比伦帝国，但是呢，后来佫想讲我反叛，然后煞战死。伊也是共款用人的手段，想讲吼，我即摆看时势吼，哇，这大国真好，即个大国厝边的大国，哦，一片发展，啊，一片发展，所以你着挖迄个大国，连讲即个大国拄着一个更较大的即个对敌，啊，着挖迄边，挖来挖去，无一个中心的思想。哦，这台湾真侪政客拢安尼嘛吼，吼，倒位好就刷来刷去嘛吼，吼，啊，即摆咱台湾看会到的政客也真侪是安怎？吼，党换来换去啦吼，换3、4个党，啊，搁伫遐安尼哦，愈换啊做愈大，吼，这政治咱莫讲，但是咱看到亚利米先知也面对着即款的王。然后最后，伊经历的王是即个西底家，哦，西底家啦吼，即华语讲西底家是啥物？阮死的啦吼。为什物？伊是巴比伦帝国所指定的犹大的统治者。啊，但是咧，伊也是共款，吼，想讲我用我的方法啊，吼。哦，因为做人的傀儡嘛是真无民主啦吼，所以伊嘛是共款用人的方法。结果咧，反倒转造成耶路撒冷，佫一遍互巴比伦帝国的军队完全来消灭。所以咱看到先知亚利米所经历过、所看到即几个犹大王、即几个以色列百姓的王，有一个共同点是啥物？因拢败伫想要用人的手段、用人的技巧来解决问题，反倒转毋是追求上帝的旨意，以及倚靠上帝的帮助，因败拢败伫吼，这4个王中间有好王有歹王，但是因拢失败伫同一个所在，要用家己的手段、家己的技巧来解决问题，煞毋是追求上帝，煞毋是思考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啥物。所以，先知亚利米书内底，先知就是面对着遮个王，然后上帝伫适当的时机交托话，互先知亚利米，互亚利米。来宣讲上帝的指示，甲上帝的命令。所以咱看到，伫以色列的历史中间，以色列百姓的政治领袖一个换过一个，不过因原本所期待迄个上帝所应允的，上帝安怎应允以色列百姓？进入老年甲密的队，然后大家拢是快快乐乐、平安欢喜来承接土地。但是因以色列百姓所期待的，煞一遍一遍望煞无去，希望落空。不过，伫亚利米书33章14节甲16节，就是咱今仔日所读，就是先知以色列先知所传上帝的话，其实内底有指责，内底有苦劝，甚至内底
有表达上帝的受气，有真侪的警告，但是总讲一句，上帝的话，的上中心的是啥物？就是仰望，就是仰望。亲像今日咱读到，先知耶利米传讲上帝的话，33章14节到16节，耶和华讲：看日子要到，我应允以色列家甲犹大家的好话，我要互伊听。当迄日迄时，我要甲大笔发生伊的机，伊要伫地上行公平甲公义。伫迄日，犹大要得到救，耶路撒冷要安然徛起，伊的名要称作耶和华咱的义。所以线接着顶礼拜，即个弟兄弟，带来，互咱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伊讲到一点真重要，我嘛是，牧师嘛是。甲伊讲，不要紧，你查某囝虽然讲有一寡即个脑性麻痹的一寡镜头，但是我请伊带来不要紧，互大家知影伊见证迄讲啥物。咱看到伊查某囝无错，照顾我真好，但是咱知影真侪镜头是无办法完全来医好的。但是弟兄弟讲着一点，伊讲着啥物？伊心中犹原放迄个愿望，伊的查某囝，伊的后生，有一天会得到医治会好。伊放迄个愿望会好，这就亲像先知有指责，先知有警告，先知有讲到上帝的受气，上帝指责。有讲到上帝，甚至讲到上帝的处罚，但是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深深的愿望的信息，就是上帝的应允一定成。这个信息对咱西欧教会敢有重要？有啊。无错，咱若比迄个即个双联教会，比着济南教会，甚至无咱无偌远，骑奥多摆10分钟会到，大伫教会，咱人数真正无因多，咱资源有限，但是咧，上帝的应允，你我敢相信。也是讲，袂前袂就讲无啦伫遐唉声叹气，甚至伫遐甲别人讲这教会安尼害头，咱是掠掉倒一款，咱敢有读到先知信息上重要的即个愿望的话，上帝的应允，所以讲到上帝应允。要互大笔的家得到啥物？义的基，义的基。所以咱每一当咱庆祝圣诞节，其实咱就要咱四周的人来见证，见证圣囝耶稣就是天父上帝授予互咱即个世界。互你、互我、互咱四周围的人，即个公义的基，即个和合本讲公义的苗裔，咱台语讲公义的基，咱中间有园艺高手啦，咱知影接基，所以台中中华遐上出名的葡萄叫啥物？巨峰葡萄，咱知影巨峰葡萄安怎来的？毋是日本来，无遐简单。日本的葡萄真好，咱拢知影。然后台湾的农民，上帝授予咱台湾有好的土地，搁咱台湾人真拍拼，真拍拼。
咱台湾人也有咱祖先传落来农业的智慧，所以咱台湾的做农的，不只是伫遐种，伫遐望讲好运歹运，天气好好年冬，无咱台湾的农民会做研究，所以咧，接机摕日本这真好食的葡萄的机来接台湾野生的葡萄的树啊。咱台湾本身就有野生的葡萄，但是无好食，酸个涩。但是日本的葡萄咧，清芳个甜，两个接做伙，两个接做伙，接机了后，日本葡萄接机台湾的本土的葡萄，然后就生产出巨峰葡萄。巨峰葡萄甜度可能无其他国家的葡萄遐尼悬，但咱知影，迄个清芳，迄个芳味，迄是真赞的。咱台湾，即个中部地区的巨峰葡萄，迄真芳，有迄个葡萄的清芳，甜度阁拄啊好。咱进口葡萄，美国啦、欧洲进口的葡萄、意大利的葡萄，迄甜度真悬，但是感觉无味，食了无味。工艺的基就是安尼，当即个工艺的基，即个世间因为人的本性，所以咧愈来愈歹。人的心真正有真侪歹的念头，然后上帝的应允是啥物？讲这不要紧，互你有公义的基，接伫即个无好的栽顶面，然后因为安尼就生出，甚至比本来更较好的果子，这叫做公义的基。然后咱知影，上帝已经收拾即个世间，即个公义的基，已经正接伫即个人性的种种的无好所形成，即个充满问题、破碎的世界中间，咱今仔已经活伫即个有公义的基正接的即个一个新的世界中间。无错，咱种作总是有时阵会生出即个品相较无好的果子，但是咧，因为咱有即个正接着即个好的基，咱发现即个品质是愈来愈好，即个好的果子比如是愈来愈好。这就是圣诞节的其中一个信息。主耶稣基督就是天父上帝收束予咱这个世界，这个公义的基，公义的苗裔。所以，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公义？公义就是上帝所定定的律，春夏秋冬。阁有啥物律？一日24点钟。阁有啥物律？时间在过，敢若向前，袂当安怎回头？对无？时间过就过啊，无可能讲我即个小叮当任意门，讲我会当转去10当前。世间无即个代志。这就是上帝所定定的律。就是上帝互即个世界运行的原则，但是公义也是人甲上帝中间下伫上帝旨意的关系。这款关系是人甲上帝亲近的关系。咱用这个来了解公义的意义。所以
公义绝对毋是人甲人用家己有限的理解来制造这台语，也是即个汉文真好真趣味。是是啥物对，非是啥物毋对。人伫遐争讲我对你毋对，争讲到底啥物是对，就变做是非。所以惹是非、讲是非就是安尼。因为人的理解有限，咱讲公义，若敢若剩口号，就是变安尼。讲争取公义、公平公义，到最后咧，用人的手段制造是非。公义更较毋是掠家己做义。你什么叫掠家己做义？若有错，一定是别人的错。因为公义绝对毋是阻碍咱去反省。咱一旦掠家己做义，我拢是对，别人拢毋对。若有毋对，拢是别人的毋对。若是安尼，无反省，人生只有原地踏步。什么是公义？有一个故事真值得咱来思考，什么叫做公义？这个菲奥雷诺拉瓜迪亚，咱知影 New York 有一个 New York 上重要的机场叫做什么？拉瓜迪亚国际机场。伊捌做过 New York 纽约的市长，做几冬？12冬。伊是美国的历史中间，人讲伊是上受欢迎的市长。这是拉瓜迪亚啦，所以美国做市长毋免规工穿水水伫遐站街，伫遐走秀啦，台湾做因的市长嘛，毋免讲家己安尼翕相翕水水，囥伫捷运顶面到处拢是市长的相片，毋是，伊有值得人尊重的所在。有一个小故事会当看出拉瓜迪亚伊对公平公义的理解。拉瓜迪亚伊本来是律师，所以伊做市长了后，伊就常常去到纽约市的法院去遐旁听案件的审理。咱知影案件的审理有时阵是掠到因遐美国遐啦掠到有人犯罪，然后咧就马上开庭来裁定要不要关，还是讲罚款。所以有一天拉瓜迪亚伊去纽约市的法院旁听，迄天有一件即个偷摕的案件，是一个全身躯无钱的老妇人，伊为着家己3个失去了爸母的孙，所以咧去偷摕棒，互警察抓。法官判伊，若无就是罚款10块美金。迄当初10块美金真大啦过来，伊跟讲着，即个老妇人伊全身躯无半身。所以法官讲，你若是罚款10美金，你就毋免关；若无，你就关10天，判你关10天，10天啦讲毋对，10天10天，到倒讲毋对，大家敢有发觉10天10块美金也是10天。即个老妇人回答，当场回答法官，讲若我有10块美金，我根本就毋免偷摕棒。但是我若关10天，我这3个无爸无母的孙，到底什么人要甲伊照顾？
即当阵，即个拉瓜迪亚市长伫旁听席就徛起来，请求法官互伊讲话。伊当场就表示讲：我愿意替即个老妇人人来缴这$10的罚款，所以伊马上提出$10，然后将伊以前的查甫拢会戴帽啊，伊就将伊的帽啊摕落来，将迄个$10放入去。煞接伊就对伫在场旁听时的遮个人讲各位啊，我是现任纽约市的市长拉瓜迪亚，即马请恁大家每一个人交$50的5角的罚金。即个罚金是咱领单来付出的，来罚咱的领单，处罚咱生活伫即个都市，竟然一个老大人爱为着饲伊的孙来偷摕面包，即款真粗俗的物件，拢爱来偷摕。大家爱为着家己的领单来付出即个5角的罚金。在场的人听到拉瓜迪亚安尼讲，因就点点啊徛起来，每一个人摕5角的美金，放伫市长的帽仔内底。甚至即个法官听的，伊也同款摕5角的美金来摕互市长。这就是拉瓜迪亚市长伊所要传达什么叫做公义，什么是公义？有人讲台北市的火车头有遐尼侪街友暗时伫遐困，有的人讲啊垃圾，警察哪会无爱甲伊全部掠去啦？警察哪会无爱全部掠去？但是咱知影，咱的社会，若是互有一寡人，只是因为失去头路，只是互人倒钱无半仙，就爱走去车头遐困伫遐，安尼，这咱全部的市民，敢是有淡薄仔问题。至少嘛爱问讲，你投票是安怎投的？哪会投出一个市政府会互遮尔侪人无所在通去，甚至搁爱暗暝伫即马不止台北车头，连咱港前捷运站2个月前嘛有一个街友，莫讲啥物中山站啦，北投站啦，即个大站到处拢嘛是街友。人爱思考的，啥物是公义？公义甲听袂当分开，公义也毋是咱冷淡徛伫边仔讲别人毋对，公义是咱听的表现。一个真正公义的社会，绝对毋是至少门前雪的冷淡的社会。真正公义的社会，是一个彼此关怀、扶持、充满疼的社会。我知影伫台北市，好管闲事的人，有时阵会互人讨厌，但是也真侪时阵，咱较发现，好佳在有遮个好管闲事的人，互啥物？真侪问题，大问题发生以前，就因为有一寡人好管闲事，煞大问题无发生，小问题通改变。亲像2个月前，咱港前捷运站的迄个街友后来走来咱的港前公园，结果咧，就是咱社区有一寡好管闲事的人，去甲社会局讲啊，讲你要来关心咧，你袂当讲这是警察
局的代志，啊，警察讲是社会局的问题，大家杀来杀去，啊，后来咧，不断，甚至透过咱的里办公室，去遐讲，啊，后来社会局有好好处理。公益的社会绝对毋是冷淡的社会，公益的社会是一个充满彼此关怀、扶持、充满疼的社会。所以，公益的基，天父互咱即个公益的基，圣者耶稣带来互咱一个公益生活的完整。归纳起来，就是咱大伫礼拜中间，咱做伙念新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听主咱的上帝，然后咧听厝边亲像家己，过来过爱彼此相听，互众人知影，咱是耶稣的学生。这就是咱一生所应该努力的目标。咱做伙按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透过道者肉体，成做圣子耶稣来到世间。你将这个公义的基来接伫阮人生所造成的这个充满破碎、怨恨的世界。你互阮透过公义的基，你互阮有迄个可能性，通生出你公义甲慈悲疼痛的果子，就是伫阮生活中间，你互阮看到才会疼的见证，才会彼此关心好的模样。主啊，伫大港第一主日，愿感谢主，你互阮。搁一遍提醒你，应允阮的这一切公义甲疼一定成全。你也已经将公义的基守护互阮，所以恳求上帝你互阮学习你的话，会当将这个公义甲疼的果子，愿大家做伙拍拼。做伙扶持，彼此照顾，愿会当生出美好圣神的果子，互众人看见阮的仁爱、公义，阮的关怀，阮对伫社会的疼，对伫人的关怀，对伫土地的疼，以及追求真正的和平，甲建立人甲人中间的平安甲欢喜，愿做伙的努力。主啊，恳求你的圣神带领阮，互阮知影怎样做，怎样行，怎样来讲出你美好的应允，讲出你对伫听甲公义你所应允的事。主啊，恳求你带领阮，帮助阮。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三个来宾欢迎圣诗622首，圣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至大上帝愿你带我稳过宾世旷野地。我真软弱，你大权能，用手扛我无犯罪。天的美娘，天的美娘，求你日日养饲我，求你日日养饲我。请咱起立，三个来吟。我
我心坠落落心魔，为了魂了救你的主，我为家你路，全能救主，全能救主，使我归来永无。下一下面奉献，咱请秋妹执事加余养执事来书献。下面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咱迄个2026年的月历吼已经到啊。咱有需要的兄弟姊妹吼，咱稍等下2礼拜了后到招待道遐来客。第二，今年教会圣诞节的主餐，咱配合教会40周年纪念扩大举行吼，咱要伫12月20，就是礼拜六下午6点，伫迄个滨江市场的5楼的一人宴会馆来举行吼。要参加的兄弟姊妹，咱尽早向迄个秋妹执事来报名，咱安排车辆，咱做伙前往。第三，10月21主日是圣诞节的赞美礼拜，赞美礼拜，歹势。圣诞节。圣歌队要伫礼拜中献唱吼，争光的锦绣，科尔特的圣诞的节庆的选庆吼。来拜是咱每礼拜5下午7点半的读经聚会吼，咱是采用总会的新港讲的读经，咱欢迎兄弟姊妹大家踊跃来参加。第5需要牧师探访，也是希望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咱甲牧师讲，也是中集咱来安排。后礼拜的大讲节第2主日的讲题经文加迄个启应信息，请咱家己来看。
过来咱看倒手边的部分，教会聚会活动，注意礼拜上午10点，注意圣乐队练唱，上午8点45，拜五拢有每周的神阳宫读经，下晡7点半，拜六是每一个月一届的插会班，是上午10点，每周神阳宫一礼拜要读的是罗马书15章第40到13节。圣讲事奉的部分，今仔日交代是罗长老，插会是张老师，清扫是燕行姐，后礼拜讲道叶牧师，书会是于洋执事，书琴牧师娘，领唱余信香，书献是我本人甲秋梅执事，交代是帮师兄甲春英姐，插会是秋梅执事，清扫是名誉长老。顶礼拜出人数甲统计的部分，咱家己有出入的，我也是甲秋美执事来经济。再来咱看到正手边下底部分，本周的金句耶利米书33章16节，我用台语读一遍，大家甲用台语读两遍，华语读一遍。伫迄日，犹大要得到救，耶路撒冷要安然徛起，伊的名称做耶和华咱的义。来，请。犹大要得到救，耶路撒冷要安然徛起，伊的名要称做耶和华咱的义。伫迄日，犹大要得到救，耶路撒冷要安然徛起，伊的名要称做耶和华咱的义。伫得救，耶路撒冷必安人居住，他的名必称作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利米书3章16节，咱有完这个，咱来互相请安问好。平安。平安。那边牧师有。咱可能有兄弟有注意到就是咱的扛棒外口的迄个招牌啦，扛棒迄个电火拢歹去甚至也有真侪关心咱西湖教会、咱附近教会的牧师啦、会友，甚至拢已经开始会问讲，我坐捷运过去，哪会看到恁教会电火拢歹去啦？所以已经真做咱无处理袂使但是所以讲已经有找到咱进前做咱扛棒的即个共一个公司来做申请入权差不多一礼拜顶礼拜就是讲前几工申请入权因为要用需要施作要用吊车要用吊车需要入权所以讲按算是搁过来即礼拜的周间。拜1到拜5，可能是拜4、拜5迄当阵，会做即个工程，知影讲年底即个圣诞节活动，圣诞节活动甲即个感恩节活动，会开真侪教会的经费，但是这无做袂使，已经惊动武林啊，咱讲惊动武林啊，武林啊即真正别间教会的牧师会友拢来问啊。问讲恁哪会电话歹去啦，拢无修理啦，所以咱不得不做，工程款是5万，加税是57500啦，伫年底这算一个真大笔的，所以请咱兄弟姊妹也伫即个年底即个时阵也为着教会的经费来大岛关心啦也为着即项的工程会当顺遂，咱也是爱共同来带导，伫遮甲大家报告，差不多即礼拜，搁过来即礼拜会完成工程。做好了后，就是咱知影伊的铁架，咱铁架生鲜变形足严重，甚至咱厝边已经拢来讲这风台会出问题，所以不得不做，但是搁袂当。阁袂当延到明年，所以只有伫年底即个时阵，12月的时阵，做伙来做，12月讲实在话，教会通常拢是即个教会会计拢会真紧张的时阵，但是咱不得不做，也是为着互咱教会会当暗时圣诞节
过圣诞节，咱暗时袂当吼电火拢歹去吼，即个咱的扛棒的电火拢歹去，咱也爱透过即个圣诞节的机会，有牛丢了布置真水的咱的布告栏，那加上咱的迄个扛棒暗时的电火照落去，吼，迄真正吼会当传达出圣诞节平安欢喜的信息，互咱的社区，互所有坐文湖线过咱港前捷运站的人，吼，拢会当看到圣诞节平安欢喜的信息。好，伫遮报告。下面咱三甲来唱煞尾祝福切恳的诗，圣诗395首，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护，难得赦清。咱三甲起立来吟，唱煞了后，咱请牧师来祝祷。愿咱拢会当军队主耶稣交托予咱新的界面，咱伫生活的中间，透过专心听主，透过彼此相听，咱互公义甲听的种子会当伫咱所住的所在来布芽、来大长、来生出侪侪公义甲听的果子。互上帝会听甲公义遍满伫全地，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